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中一位18岁高中毕业生潘进富，一出世两骨就歪斜，下半身萎缩，身高只有75公分。伊的爸爸妈妈离出世了后，嘛前后来过身，伊才一岁外，就互送到孤儿院。但是阿父无放弃家己，伊努力来做复健，嘛来学分这个涂鼻啊，也就是头皮，考到市长街头艺人的证照。阿父乐观积极，跨越多重的障碍，得到总统教育奖。对着伴奏，用土鼻啊分出夜来香。换一个场景，过来一首感恩的心。一首煞一首，完全免看谱。坐伫地座轮椅顶演奏的是今年总统教育奖的得主，18岁潘进富。刚开始表演的时候，我是有一点点的紧张。有先天的两骨变形，下半身是萎缩的，身高只有75公分，也有重度的身心障碍。告诉我自己的心里说，不可以随便放弃。伊1岁外的时阵，父母就过身，伊对花莲来到台中的育婴院。跟阿父互动过后啊，通常就是看不到他下半身的障碍，会看得到他的笑容，然后会被他吸引。阿父并无因为这款的命运就意志消沉，伊拢是安尼笑面，而且主动学习。在练涂鼻的时阵，一个音符将规小甲谱拢背起来，一直重复练习演奏，互伊成功克服障碍。取名字大豪风。每家人拢开这台大黄蜂，上课无迟到，也是摕校长奖毕业的。校长奖。阿慧努力得到2019年总统教育奖，伊讲要用家己做例，鼓励有多重障碍的人唔通放弃，爱做家己生命中的奇人。我可以帮助身体障碍的人。